几块钱？哎，干什么？啊，阿哥不，哎，阿妹来。盐多了没？好了，来就包邮。来。这炒的甜啊，鲜甜。好漂亮，天啊，一流啊！我的香锅下来没有百味，而且真的一流。好漂亮，一流啊！来。哪有东西啊？哎，客家面、辣椒油面。辣椒油面，哎呀，卖相还不错啊，比较少来吃下啦。辣椒油面咩打辣椒？係喎，入嚟辣椒係配話辣椒油面，封鎖手機咧，後少啲哦。哎呦，好香，好亮。嚟，以前我先啦，好吃哦，黑的好吃，没有了，它看面条好弹性。OK。喂，我跟你们，马椒鱼，来，哎，好吃，我家好吃，好食，汤富好吃。